国人蒋虚岁80岁，注释80年，讲经说法49年。这是释迦牟尼佛示现，跟我们这个世间人寿命差不多。由此可知，一切至成就如来，他那个时候众生福报大，寿命长。从这里看得出，他那个地方、那个时代，众生的福报很大。未出家时，为小国王，与义邻国王为友，同行十善，饶益众生。这样叙说一切至成就如来，这一尊佛在没出家的时候，这个时间太久了。他已经成佛了，成佛一般讲修行，从凡夫修成佛很长的时间。这要讲他久远结因的事情。他是一个小国王，与邻国王为友，这两个国王、邻国都非常难得，都是很好的国王。同行十善，饶益众生，他们用什么方法治国？用十善业道来治国，这非常难得。饶益，益是利益。国王念念都是希望人民的生活能过得好，人民真正能得利益，过得很幸福，很美满。饶是丰饶，不但利益，而且能得到很丰富，无论在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上，都能够达到满足，这才叫饶益。可见得国王的心非常之善。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。邻国是与他交界的其他的国家里面的人民造作恶业了。他们这两个国好，这两个地区好，国王教得好。所以古时候国王，儒家的标准是3条：做之君，君是君王，你是国家的领导人；做之亲，领导人是人民的父母，要以父母爱护儿女这一种心对待全国的人民，爱民如子，你要保护他，你要养育他，还要做之师，你是人民的老师，人民的表率，人民的楷模。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，让全国人民真正享到福报。享谁的福？领导人的福，他教得好，都是讲师范。从前帝王居住的处所叫京师，京是大的意思，师是师范、模范的城市。全国城市以他做榜样，以他做模范，叫师。名称多好，用意多善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了从前帝王专制，你小看是错误。今天我们到北京皇宫里面去看看，皇宫里面的办事的处所，办事叫大殿，大殿就是帝王开会、集会办公场所，场所叫什么？太和殿。太和殿后面，中和殿在后面，这3个最主要的建筑物，保和殿、太和、中和、保和。他用的是什么心？他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全国人民？用和，上下和睦，全国一团和气，这个国家哪有不兴旺的道理？我们佛家讲6和，他讲3和。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是教我们以和为贵，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，所以这是真正的圣主贤王。如果他接班的人、后裔都能够遵守这个原则，这个朝代会永远传下去，哪里会灭亡的道理？后代的人不遵守，为非作歹，这个国家就亡国，政权就会丧失了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这2个国王好，所以他们的国家治理得非常好。但看看外面其他的国家那就不一样，人民造恶造罪，造罪当然要受报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的藏菩萨本愿经
第11。怎么删除了？没有删除啊。没有删除，怎么变成删除了？个38到50件了，这个了，还在处理了。奇怪，怎么会删掉呢？没有做删掉的动作啊，会乱来，手机也会乱来。没有赶快做久了就忘记了。怎么不见了？那如果真的误删了，就要重串了，重新串。乱跳了。也没有要删掉的意思啊。做哪一个动作啊？变成这样了。方向不要变。这个了，这个了，没有删掉了。看有嘛？有啊，在这里面呢。怎么没有那个38到50的？乱来。在处理了。